互我入冬哦，我才会使运动起来。好，放较大。哦，安尼，真大。好，咱开始来读哈。应该是拢好势啊，哈。OK，一条，应该 OK 啦哈。YouTube 什么拢会使哈。哦好，哦， 1645年哦，7月初5，即马咱用即个新电脑啦，所以应该是以后要查地图就方便的哈。应该速度就紧。我有看，我今仔日有试，为虾米我即个 keyboard 的反应安尼怪怪吼，戆戆安尼，应该是我 keyboard 问题啦。keyboard 有，嘛毋是 keyboard 问题啦，是因为即个 Apple 即个新的电脑，新的 Mac mini 吼，伊无迄个啥 USB， 无迄种传统的迄种旧的迄种 USB 的插孔。所以呢，变成我爱用，伊拢用 USB-C 嘛，用即马上新的 USB-C 细细个免无分即正屏倒屏的种，其实足好用的USB-C 足好用，但是我变成我 keyboard 啥吼，拢迄 USB， 我即时就拢用一支 USB 控制，变成无法度插，就爱另外用一个迄叫做啥，人叫做 Dock， 爱接一个 Dock 出来，才会当接一寡有诶无诶。所以迄 Dock 因为速度伤慢，所以我这 keyboard 就看呆安尼。所以我今仔日有下单吼去买一只新的 Bluetooth 的 keyboard， 主要嘛是我爱用迄个啦，迄个苹果的 keyboard 啦，因为这苹果物件拢含别人无讲特殊的规格所以，嘿啊，你一买一项就无搁买另外2项，实在是就足无方便，所以就只好买吼。俗俗就甲买了，以后用 Bluetooth 直接接电脑，Bluetooth 直接含电脑就袂安尼慢安尼啦。所以这明仔载收到了后日，明仔载可能明仔载后日收到，反正倒是过2工都 OK 无问题吼。好但是这2工有时你看到我安尼，当然拍哩拍袂出来，当然 keyboard 就戆戆啊。好 ，OK。开始哈，7月初5，炎热的天气，大刀拢吹西风。游玩你无用整理迄寡进前讲过的迄寡商品吼，就是甲新仔人买的迄寡商品吼，也你准备好讲迄寡芳船吼，明仔载要同齐出航吼，要遵照昨昏甲本个月1号的决议要出航，我已经袂记决议啥物的吼。好，反正就是要出航了吼。今仔日有2只芳船，无翼的芳船出航前往北平的邦山社甲牛马吼，拼音是写牛马 GOMMACH 吼，汉字写牛马啦吼，牛马社。牛马应该是清水啦吼，台中清水。坐29个人。两只芳船，无翼航船出发前往北平的邦山社甲牛马社吼，坐29个人。迄个牛马社来认捌一下好啦，敢若是第一道看到牛马社吼。牛马社。牛马社，
妈虾甲牛妈头敢有关系？好，这是猫咪人，毋知啥物人的一篇文章，写关系着牛马社通事学，应该是因即个在地文化工作社、文化工作的人成立的即个，可能开一间书店还是啥吼，叫做牛马社通事学吼，通事屋啦吼。大都伊安尼写吼，大都台地山骹现今的台中清水边埔族五马社吼，先民吼，歹势先民捌伫遮生活吼，400年前捌有传说中的大道王统合以巴布拉属的几个村社为核心社群，以大都大地以及周围做中心来生活地域，做中心生活地域的大都王国吼。伫个大都大地西落山骹的牛马社，正是属于巴布拉的一员吼。好啦，大约就是确定就是清水啦吼，牛马社就是清水啦。即嘛叫清水啦，较早是边埔族牛马社的所在吼。牛马头，即嘛叫做牛马头，安尼古故是叫做牛马头遗址吼，来看觅。为什么佫加一个头字出来？我都毋知。放大，哇，佫忘记。牛马头遗址是伫个台中市清水区五峰后，应该是五吧，是后峰山的一个考古的遗址，也是台湾中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牛马头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牛马头文化的命名遗址哈。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已经将原址规划做牛马头遗址文化园区，并且对外开放。园区内有牛马头遗址、牛马头遗址盖墙北出门借墙剥取物应该是迄个盖墙顶头摕落来物件哈。沙鹿区南市坑遗址文化展断面就是相关人的灰坑剥取物是安尼写哈。反正就即寡资产伫即个文化园区内底啦，有一寡资产牛马头遗址伊无讲迄个牛马头遗址和牛马社有啥物关系呢？至少我即嘛看袂出来。因为伊这是年代是3500年到4500年前吼，你边埔族大都社这拢是400-500年前的代志吼，是毋是同一个族群这歹讲吼，也毋通讲住伫遐就一定是吼，歹讲。好，这是牛马头啦，和牛马社无关系。好，咱转来第2只吼，讲今仔日有2只贸易篷船出航前往北边的邦山社，甲牛马社，做29个人载一批蒜蚵、乌糖、空眼布甲盐要去遐，也有一只高野船出航要去南方载茶，有一只篷船对哈堡来遮入港，哈堡应该是读哈堡好啦，读哈堡，哈堡还是哈堡？ POU 啦，我嘛毋知要哪读 HAPOUW 吼，即个罪名出现几若摆，但是从来无注考，我嘛毋知伫倒位吼。有一只篷船对下包来遮入港，坐9个人，再来一批歌妓，也有一只
澎船对平湖来到遮，坐4个人，只敢若载底舱门。另外有一只澎船对下门来遮入港，载43个人，再来10担的丝甲11件的黄金。7月初6，这网站原来是搁遮尔慢吼，点内容要等一下。哇，要等特别久啊！真正袂等遐久啊！好，7月初6，风甲天气游玩拢唱即几工。要你无用整理迄寡厂内的商品，甲最近所载来西那好门哦，厂内商品就是菲律宾仔甲西班牙人抢的吼。啊，最近载来即个西那好门吼，这已经整理几若工啊，规个月敢有啊吼，一直咧整理吼，真费气。早起，士官 Abraham Van Esten 吼，带着坐较长的指令吼，较长的即个命令啦吼。我看卖会对注卡，较长的命令是会对注卡是物件偏好尔吼。讲即个士官呢，出发进前呢，出发要前往避难吼，要去遐，佫会记号，就是要甲本来伫遐迄个 Michael Jensen 迄个士官要甲死头路，要甲 fire 掉吼，要甲死掉，要换即个去接伊的空气吼。好，继续读落。迄只租用的澎船载着一个高级大公、一个下士甲5个士兵。出航要前往北平，要去芒港以北。按照阮的意思和所予伊的书面的命令，去顺时一直到淡水的款吼，敢若写一淡，一直到淡的佛罗摩萨沙沿岸的所有港口，即个淡应该是淡水吼，淡水的佛罗摩萨沙沿岸或者沙岸嘛吼。所有的港口、海湾、河流吼，拢要去顺势就对啦吼。看有走私的西那人无吼，要攻击走私的西那人等等吼。已经重新配备较长的澎船淡水号，搁再一次航往澎湖，要去调回澎船台湾号，并且要接退吼该船留踮咧遐顺航。邀5只澎船航往西那沿海，合计坐262个人，再去一批咸鱼、硫黄、大蚵仔甲大鹿仔肉。邀一只澎船坐21个人去芒港，要去遐载一批公司的石好去淡水。最后有一只高野船对南方来到遮，坐7个人，再来一寡茶。邀一只澎船对安海来到遮。坐10个人，运来133篮的糖，甲350支做糖桶的350袋做糖桶的房啊！看过这慢无？7月7号，哇，真正慢哦，好了，普通了哦。7月7号，日头炎热的天气。有强风对西边吹来，还佫伫咧仓库里咧偷开迄寡厂内货物，载来的丝、黄金甲布匹，大部分已经伫咧昨收买完毕，因此今仔日已经和迄寡生意人结销。昨调集议员开会，由此地的西那人居民的头领。展示一封中文书信，因声称讲是大官一官吼，陈其良所写予因全体的书信，是昨日吼，昨日就是昨日前天吼，是昨天吼，昨日吼，是昨日由生理人 Bandiok 所带来遮的吼。即张批啦吼，经过翻译了后，知影该批的内容只有如下。咱来看吼，
看一张八是写啥？旧年有2只芳船，由几个小官吏来装船，并且伫咧本地奥克、杰森以及因几个即个希腊人的头家的协助之下，对阮来取得通行证。对阮应该是讲荷兰人啦吼。伫咧即寡头家的协助之下，吼，对阮来摕到通行证，就是即旧年2只芳船由即个小官吏装船的即2只船吼，摕到通行证，载荷要航往巴拿西朗吼，巴拿西朗毋知啥物所在，去到迄附近的时阵，被荷兰人来砸落来吼。伊写截留啦吼，留是留置吼，截是截取吼，截断吼，迄个截吼，写截留，华语写截留是，就是甲砸落来吼，被荷兰人甲伊砸落来。砸落来，其中有一只被落雨了后，就被烧歹去吼，烧毁坏去。另外一只满载着货物被送去台湾吼，这是因迄张批内底所写的吼。这一切，所以，我看下，伊是伫倒位？伊敢若写讲去航往巴拿西朗，巴拿西朗毋知是毋是菲律宾啦吼？因为之前伊有去共抢一只船嘛吼，伫菲律宾遐3只船去共抢嘛吼。我毋知影。我无确定啦，但是看起来是即项代志啦，吼。因为荷兰人因最近嘛，敢若抢迄只船嘛，因一直伫落雨，逐工日志一开头就写讲啊，你行李进前讲几遍你抢迄只船诶货物安尼吼，啊，所以绝对是即项代志吼，我咧摇啦吼。好，讲。因落雨航往巴拿西朗，去到附近被荷兰人甲因砸落来，其中一只被落雨了后就甲烧掉，另外一只满载的货物。哦对啊，我阁会记得有一只是叫因烧掉，无对吼。另外一只满载着货物被送去台湾，这一切相信是由因的图谋甲指点而发生的。因是指啥物人？是要借此来混取利益的，因此严厉警告因，务必全力来促使荷兰人甲被抢去的迄只芳船甲所在货物，以及迄只被烧歹去的芳船的价值，拢归还互因。这个因是啥物人？好，咱继续看啦。我现在看袂出啥物因啥物。哦，你若看讲这因是指迄个小那个装迄2只芳船的小官吏，安尼读袂通啊！你看吼，伊讲这一切相信是由因的图谋甲指点来发生的，是要借此来混取利益的，因此严厉来警告因，务必全力促使荷兰人甲被抢去的迄只芳船甲所在货物，以及我着钱仔现银就对啦，抢去物件仔现。啊，这个因是严厉警告因，务必全力促使荷兰人。这因是啥物人吼？看袂出来吼。如此就会当犹原会当像以早继续来做朋友，啊若无就要害死因。就是即寡希腊人的头家，哦，这嘛因讲啥？就是即寡希腊人的头家吼，就是本地奥较接心啦吼。哦，所以迄个一贯认为讲，这就是因做的啦，吼，就是恁和荷兰人上捌吼，恁去报的吼，所以是因来图谋甲指点来发生的吼。啊，所以算物件摕来用吼，这一贯吼，一贯。是大将的物件摕来用，啊若无呢，恁即个头家就摕罐头来生记就对啦吼。所以讲
啊，若无就要刣死因，就是即寡希腊人的头家以及本地较食心的爸母甲朋友，即个毋是敢若恁恁三族总刣啊，甚至要刣尽因全家族的人等等，配里安写上述希腊人的头家就是食心啦食心甲本地甲上述的情形，搁较详细来甲阮讲了后，举出真侪动听的理由，力求阮也是顺着一贯的意思就是顶头这批读煞啦都摕讲出足侪理由，讲拜托啦恁着爱听即个一贯啦照伊讲的办甲迄寡战利品来归还互因即个代志小可争论了后，写华语的写法不言而喻的不言而喻的是啥物意思？你若要讲华语，莫用空字背要安怎讲？不言而喻的就把他们完全变倒了即个代志小可争论了后，无啥物经过讨论啦都甲把他们变倒。这边啊翻我真正袂晓你若讲白话安尼讲阮着甲因算讲甲因拢迄个叫啥，鸡喙变鸭喙算无法度通用或者是讲甲因拢会夹，讲袂出话不言而喻的就把他们完全变倒了，并且决定，这不言而喻的这若敢若罐头摕来开的，啵一声摕来就甲用咧所以你读的就过，敢若毋知影意思好，并且决定丝毫也无要退让就是完全无要退让就是荷兰人伊小可伫会议顶头小讨论了后，就完全就认为讲连讲都免讲嘛袂退让阮应该有的权利袂小让啦理由是，阮虽然发互伊向往巴拿西人的通行证，但是条件是因芳船呢袂使装载丝或者是丝质布料这袂使再去西班牙和西班牙人交易，爱来和我交易也无论如何拢不得见罗马里拉即寡条件，迄寡希腊人显然拢违背对，和川普相款大将个就敢若阮原来即寡希腊的头家说明过的即就是即寡条件，阮较早拢甲讲甲足清楚的所以根本就连无即个小让的啦无一个啥物讲阮物件的嫌疑的，因为你完全违反规定这是7个找7，咱阁继续看咧。7个找8，风甲天气犹原像即几工顶个月25号，载测派去崩山救助迄寡需要帮助的原住民的迄只左内篷船，今仔日下晡转来到遮，即马又阁再转来90担的测，这是因为伫遐有一寡居民伤晚布田所存落来伤晚布田所存落来，伤晚布田嘛是需要就是安尼写是。讲无布田就无用着伤晚布田嘛是有需要好，这我家己一粒边我即粒我家己头路拢爱读技术文件拢爱写甲足清楚的，所以看到这我就感觉这马马虎虎的这种写法，就感觉足艰苦
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厦门坐66个人载去一批糖浆，也有一只高野船航往南方去载茶，以及一只同款的船航往芒港，各载有5个人第9，毋是7月初9炎热的天气，风向多变。有一只篷船对芒港来到遮，载有鱼、盐坐14个人，也有2只篷船对打到载茶来，合计载有17个新仔人。7月10号，风是对西边吹来用即个网站速度无介紧点落去反应拢爱几啊秒。所以我有时看特别煞，我就先点落安尼安尼就会煞接较顺安尼这应该毋是我网站，应该毋是我网络版，是网站的反应版7月初10，风是先对西边吹来，但是中昼了后就透起强烈的北风。游员伫仓库里无闲咧整理迄寡旅宿，就是讲过几粒遍会抢来新仔的商品，也收买大批的黄金。今仔日有下列的篷船航往几个所在，就是一只航往南方去载茶，一只航往平湖，一只航往北边的淡水，以及一只航往芒港去载石河。合计坐有124个人，要暗仔有一只篷船对鸡人载硫黄来到遮，坐30个人。公司的篷船台湾号也对平湖转来遮，是本个月7号航离平湖。到当也未看见船只对巴达比亚来。7月11。风甲天气大部分游员像昨昏，游员像这几工还阁伫咧仓库里无用迄寡代志也无用伫进行迄个市镇里所讲过的迄寡工程我毋知影是毋是咧铺路的工程以及迄个较长的建造工序虽然本个月4号8临时决定要搁再一次装备迄只所抢来往马尼拉的篷船，用来载石河前往淡水，但是后来发现，这毋但将开比所想搁较侪的费用，而且用这只船去芒港载石河以及航往淡水，因为船体伤大，拢特别有危险。因此呢，今仔日就甲该船转让予生意人三岁，条件就是伊必须爱卖2500担的石河，家己负责用这只船，或者是上好啦，其他的船啦来载去淡水。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对厦门到遮坐11个人，载来4担盐。还有一只对GOB 来到遮毋知啥物所在，坐21个人载来如虾的即个货物，800捆粗大的鱼仔，300箱丝帽仔，300箱面帽仔，以及6包的布片。7月12。上午好天，但是要暗仔变成乌阴落雨的天气，透西北风。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平湖，坐19个人；也有一只出航前往打狗，坐6个人。7月13，北侧会落雨天，风向多变而且强烈，但是大部分拢透南风。下晡有一只北上的篷船对南方来遮，载来一批鹿仔皮甲其他的细项物件。
15个新仔人，7月14。袂歹的天气，有强风对东南风吹来，甲前几工相像，游玩伫咧仓库里无闲整理迄寡卤笋，讲过几遍的，即个几啊摆即个抢来即个商品。7月15，晴朗的天气，有强风对西边吹来。7月15较长，我摕一下水哈。7月15，晴朗的天气，有强风对西边吹来。今仔日总算是甲迄寡商品的大部分拢伫咧仓库里，贮藏好势吼。因为几个学校咧教资含因为几个学校的教学甲翻译员，应该是教员吧甲翻译员对南方来。互阮对做阮迄8个人阮的朋友，我好写阮的朋友，被托罗管社的一个长老甲伊的帮乡抗恶台视的即个代志互阮对做阮迄个被台视迄8个人的即个代志搁再一次，而且搁较清楚来知影内容啦因为即寡人来嘛甲即个消息讲甲搁较清楚。即个代志是今年6月初阮伫咧几位的日记内底已经有记载，因此伫议会里商讨，阮应该爱如何来处理即件事，才会当处罚遮尔大的恶事就是谋杀阮的盟友啦要安怎再来处罚来维持公司的尊严，并且互因会当得以互相和平相处因为即项代志已经严重对立啦经过真侪讨论辩论了后，为着要遵照基督教的教义，并且要符合公司的最高效益，认为讲阮应该命令上述的荷兰人应该后壁我好写讲，按照6月8号针对此事，互商务员保育所写的批信安尼来命令即个上述的荷兰人，即寡荷兰人就是讲，即寡人将会伫咧做军转去南方，即寡所以上述的荷兰人顶头讲迄寡教员甲即个翻译员命令即寡人爱不露痕迹的，就是秘密去侦查不露痕迹的秘密去侦查，意思啥？不动声色袂当，就是恁转去爱点仔做点仔去侦查点去查莫互人知去侦查啥物呢？上述长老甲伊的随从查出讲因上接你休困的地方伫倒位，上接休困的所在伫倒位因为是迄个长老甲迄寡帮乡台视嘛要来查即个长老敢若变啥梦看因上接你休困的所在伫倒位来互因紧困去，希望讲会当，就是因困了后会当做一个掠起来就对啦希望借伊一举成擒希望会当做一个甲因掠起来。若是即个方法袂成功，就要伫咧以后天气较好的时阵，溪水较低的时阵派遣有够额的兵力去遐。后壁我老写讲，搁要先来劝告
吐鲁县人交出迄寡恶棍歹徒了后，要靠着上帝帮赞，对即个民族发动公正的处罚，作为别人的一个模样，来保护阮的朋友，因为阮有即个责任，互所有其他惹是生非的人，搁较谨慎收敛起来。好，后一段，阮陆续发现，住伫个厝地的新仔人，伫阮的符克之下，即嘛已经对淡水甲鸡笼再来大量无过提炼的硫磺。即寡硫磺，因应该会伫个赤坎提炼，除了伫个即个市镇的几个公共场所继续提炼之外，也要伫个因上方便的徛街后面和头前来提炼。地高毋若是鸡仔路大阿早垃圾搁乱也造成严重的对健康有害的空气，引起各种病症，譬如肺疽、甲肺炎等等。因此，议会就决议将会伫个近日发布公告，命令所有厝地居民必须要随即刻拆除因为着要提炼硫磺所设置、所安置的炉灶，以及所有其他相关的即个工具，即允准伫个半个公司的买料的所在或者是伫赤坎来装即寡设备从今以后，因必须要伫遐提炼因的硫磺等等。1643年3月31日，禁止新仔人以及所有的台湾的居民不得伫个即个市镇内底饲猪，必须要去第一市场遐去饲但是因为新仔人来阮请求几啊摆，要爱互因踮的即个小较近外台湾的所在来饲猪啦因为迄个所在伤远，互因饲猪感觉真非常的困难，因此现在嘛决定要同意因的请求，允准因伫个比以前所命令的所在搁较近外即个第三者城堡的所在来饲猪啦饲猪啦这是阮的腔口。7月10日，规年对北方透着强风。今仔日接到士兵 John Amandus 对马里马伦寄来一张批，只敢若写讲，通往避南的迄条新的岛顶的道路已经搁再一次行过，如同今年6月11号伊指令命令伊安尼已经搁再一次行过咯，并且已经命令人尽可能来修正，可以较容易通行。请求随派遣一只篷船去接伊转来即个遮，转来台南遮，因为河水已经中悬，无法度让渡河所以叫因派船去7月17号，好天，风向正北方，但是夜间风向多变，并且落大雨。今仔日，互上述的Amandus写一张批，简单来答复伊。首先，因为公司不便派船去，所以命令伊爱听候开水较透了后，然后家己来遮，并且对上述迄条新的道路必须要稳
搁再一次提出更较详细报告吼，就是伊对伊地方是如何行过来，吼，就是伊对伊家己的迄个村社是安怎行过来吼。歹势，即个村应该是讲，伊写即张批是哦伊曼德斯嘛吼，伊曼德斯是讲应该是伫比南啦吼。本来是要叫伊曼德斯，希望讲你派只船来甲我载啦吼，但是即摆讲啥，命令叫伊等溪水较倒了后，家己过来吼，无要甲你载吼。并且对上出一条新的道路，必须来阮搁再一次提出更较详细报告吼。就是伊对伊的地方是如何行过来吼，爱说明道中所经过的村庄的数目以及名称，并且爱说明该道路全长有几里。伊曼德斯啦吼，对比南过来吼，所以我爱甲你载，你家己行吼，而且佫互你任务，甲互你吼。沿路经过的村社名、数目、名称拢爱抄落来，路也长安尼吼。7月18，阴沉落雨的天气，风力微弱，方向不定。今仔日自由骑员 Baron Berenson 带领3只篷船对此地航往芒港。去遐要装载公司的石好了后，要航往淡水甲鸡笼，有8只篷船也同齐航往芒港，要去载石好来台湾。7月19，7月19，晴朗的天气对北方吹来强风。只甲咱咧准备明仔载要收尾最近所载来的西那河白布要素。今仔日有一只高野船坐6个人出航前拢打到要去载茶，也有一只共款的船坐5个西那人对遐载茶来到遮，也有一只篷船对北边的淡水坐20个人载着270担的硫黄甲50担的沉来到遮，并且带来下设商务员van起诉的一张批。日期是本个月14号，主要内容只敢若讲，除了上述即只船以外，另外有5只商船结伴航来此地，再有无过提炼的硫黄、沉、水落泡甲山药泡。碉堡建造进行顺利，为此所需要砖仔吼，已经大部分拢收入去，为着完成该工程所需要的钉石头啦，钉石头，也如数由迄寡商船对鸡笼载到遮咯。迄只公司的篷船Diamond号，该船正伫听候着对三条金包里甲噶玛兰地区征收的讲事。最近会将会运一寡收到的山鹿甲水鹿甲山羊婆来航来此地。这是你讲Diamond号啦，吼。好，7月19，大家遮7月20。哎呀！大家爱困啊！剩5分钟，无是，剩15分钟。今仔日应该嘛无啥笔记，我知吼，真正是无啥物件好讲。好，咱看较真足的。7月20号上午点钱无风，下晡有风对西北风吹来吼，天气晴朗。今仔日收购最近所载来的商品。中昼上述的告示吼，是按照本个月15号的决议吼，伫咧法院的面头前来公告，并且伫咧适当的所在来打伫适当的所在。
今仔日有2只篷船坐36个人，对淡水来遮合计载来600担的硫黄，甲20担的藤，20担的藤着。7月2早起晴朗，但是下晡就大风对西北风吹来，并且落雨。7月2啦，热天开始落西北雨啊啦。今仔日由即个法务议会宣判几站即个犯罪案件，又搁有一只篷船对淡水来遮坐13个人，载来150担的硫黄，甲1批落婆，还有一只挖垦船啊挖垦船，坐4个人对澎湖来到遮，只敢若载一寡细项物件6月22，不是歹势，7月22，天气还好，只是阴沉，有微风对北风吹来。中昼就甲昨宣判罪状伫适当的所在公布，并且执行。要暗啊，高级大公 Roloff Slavenson 对北边的淡水来到遮，就是高级大公啦吼。伊是本国月6号坐一只租用的高野船航离厝地前往淡水。伊报告，伊如何去检查对万港、北一直到淡水的所有河流、小溪、甲港湾等等吼。正如伊伫写伫日记，搁较详细记载安尼吼。但是拢无看见走私的新仔船。4月看到的篷船，甲其他的船只拢摕有适当的即个通行证。伊也伫数处拄着对陆地前往的代理电官 Van Bergen。伊伫本国个16号，就是互迄个高爱船来抵达淡水以后2天，也抵达淡水。该代理电官又搁对遐经过陆路出发前来厝地，伫迄个大工呢，伫本国月19号中昼，航离开淡水，因为强风无法度搁较早来出航吼。航离开淡水前来厝地，并且带来下属商务员万起诉的2张批，诉期是6月28号甲本国月17号，将你知影讲下面的代志。下面的代志落长哦，剩11分钟。无啦，无介长啦，我看唔入去。好。讲即个下属商务员万起诉2张批啦吼，安尼写吼，咱来看。顶个月14号，篷船戴门河对马拉巴瑞加岛转去的时阵，该船由一个大工4月返航了后，四处返航吼，发现该岛约有1里大。即个马拉巴瑞加岛啦吼，毋知倒位，1里大的一个小岛，因为各方面拢环绕着即个真惊而且真尖的即个岩石吼，岩石啦吼，无法度通驶入去，虽然已经特别出力吼，试咧要驶入去该岛，但是无法度。因此掠袂着岛上的人，这就是迄个岛叫啥物名？马拉巴里加关系到该碉堡的建造进行了真顺利，如果对遮继续供应石好等等的物件，则无可怀疑会如期完工啦吼。
对加马兰的几个村社哦，五方的人还阁是敢若受到贡社的一部分利益，除非对迄寡毋情愿交纳的人甲因处罚，恐惊将来所得到的即个贡社，抑阁会较少吼，也会阁较即个叛逆吼。伫咧大肚王的地区甲淡水中间的迄17个村庄，有6个村庄已经缴纳因的贡社。除了加里加罗绍的4个村庄以外，其余的村庄拢准备要缴纳，但是伫咧适当的时机去收取，伫咧适当的时机去收取啥？收取应该是。收取贡社吼，凯里加罗索的4个村庄以外，总共60户，迄寡居民一定是有受到遐交易的死仔人的煽动，有关毋情愿来缴纳贡社。即个代志，五方的人将来要对淡水去设法阻止、防止吼。该大公和代理电官拢共款发现。伫咧各种代志顶头，即寡原住民拢非常毋情愿，也真惊吓。因一直认为讲，因是受到死仔人的强制误导，以致常毋敢出卖任何物件互荷兰人。对各方面看来，死仔人伫咧迄寡地区，拢是以主人的身份来家己自居啦吼，自居。但是呢，本国佫7号庞船大门号载着收取的贡社对归人航往淡水，但是一直到本国佫17号，还无看见伊，恐惊是已经遭遇不幸，或者是飘往日本去咯。所有的官员，除了一官以外，以及另外30个人员，以及迄个医生，拢当边在床。到今也有6个人死亡，因此非常需要另外一个医生。23分，顶头这段我读了，毋知你读啥，读到爱困。7月23，一直到下晡拢是炎热有日头的天气，但是要暗下落去大雨，也带着西北强风，互海上知影讲港都应真大吼。这7月23，7月24，好天犹原是吹北风，风力无介大。夜间呢，对东方落了几处强大的骤雨、急雨啦吼，落足急的雨吼。因为阮愈来愈发现讲，迄寡伫咧即个附近的福尔摩沙种田无生的死仔人，伫阮的背后甲规定的界限之外，继续咧私自扩建，继续私自咧扩强经地，什么意思？因为需要地嘛吼，扩强经地，因此呢，造成就医治地区的严重困难甲开支吼。这一切毋但表现出众多死仔人的阴谋作为，已经直接反抗公司的规范。尤其是佫表现出对阮的尊敬的别留，歹势，尤其是佫表现出对阮的尊敬的检讨吼。因此呢，议会决议将会伫咧近日发布公告，用动行禁止任何人伫咧已经开始咧经营的即个土地，以外人意来开垦土地。除非是事先有通知阮，并且有取得许可，申请许可证必须要提示该土地确切的实状况以及
伊的面积大小资料。并且爱验令新仔人翻译员甲文书伫咧翻译书写阮的故事的时阵，必须要全部严格注意，不得遗漏、隐瞒或者是歪曲公司的本意。为了要疏解伫咧即个市镇周围建造护岸的沉重的开支，议会决议讲将会通告大众，以后每一只舢板，无论是啥物收伫旁船的，或者是单独使用的，每一个月拢必须要交纳10个 stuvers， 就是50cent， 就是就是半毫吨吼。这项征收由伫咧公司收取该项经费时，将会终止征收。相款，毋知你读听。好，咱莫赶进度啦吼，读到遮7月25啦，7月24、7月25，明仔载再继续吼。好，安尼爸比咱来关房了吼。好，再会，多谢大家。多谢大家。